听好吧，要经常洗澡，洗澡才是个爱卫生的好宝宝，知道吧？闪闪，你别嚷嚷，大呼小叫的，别惊着我们家闪闪079了。哎，干嘛？看。 马场会所的经营合同，假的吧？货真价实。我已经跟你们的刘总达成了协议，他负责出场地，我负责经营，我们两个五五分账。baby， 我得去准备一下了，因为我下周马上就要开业了。下周就要开业了，你也太神速了吧？是的，谁能跟钱过不去呢？哦，对了 ，baby。你知道的，像我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女人是不可能天天在厨房里边跟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起的，所以我聘请了一位厨艺精湛、经验丰富，而且性格特别温顺的名厨作为我们的掌勺大厨。那应该的，真的，我有时候不得不夸你，你真的太神速了，员工都给马齐了，加油！ baby， 其实这位大厨你也认识啊？我也认识，谁呀？